好，来继续来看这苗栗三座主要的水库。 明德水库、永和山水库、甲李溪潭水库，这个储水量拢突破着2成，尤其是供应着大台中用水的李溪潭水库，水上少，储水率存15%。目前的水位是水库启用以来上低，这个水库见底开始来发臭，这个水位已经是低甲，参这个旧的台三线的路面，甲山坡顶的旧土地公庙，拢重建停止了。 在地人讲，食到60多岁啊，也毋捌看过这款的状况。苗栗李溪潭水库规大库库搁发臭啊，4库围仔的山坡地土石闭开，嘛插真侪支冷气的树花。我们吃了60几岁，也不曾见到这样干旱啊。 水库规个大底，甚至早年还未开水库时阵，住伫咧遮的人因起厝的砖仔角、电火条啊，拢看现现。到过去第三线的点仔角，别拢走出来。这条路以前就是我们的农路。水库打起情形，看得出即马真欠水。李溪潭水库欠水量刚存1716万吨，欠水率刚有15%。先受到影响的就是苗栗含台中的民生用水。 没有水怎么办？大山那个高山上用那个塑胶管接下来的。李溪潭水库管理中心讲，前几工方面影响有做人工雨，不过量收少，水量嘛一直降低。即马已经到对抗可换时间，民众爱较欠咧用水，才当度过大水期。